各位同學，呢條片呢，我會示範幾題關於軸多項式公開試嘅 MC 題。好，咁第一題呢，我就會示範1998年卷2嘅第6題。咁呢題呢，就俾咗一個多項式 f(x)， 知道呢 f(2) 等於0。f(1) 等於0，就問 f(x) 可以分解成邊一個呢？邊個選擇呢？好，首先呢，我哋知道呢兩樣嘢呢，就會知 x 加2同埋 x 減1係因式。咁啦，我哋要睇返啦，呢幾個選擇裏邊有邊個有 x 加2同埋 x 減1嘅因式呢？ A 冇， B 冇， C 同 D 呢都有 x 減1同埋 x 加2嘅因式。E 冇。好啦，問題呢就係究竟答案係 C 定 D 呢？咁我要再做落去呢，其實唔係好複雜嘅啫。我哋只要睇下 C 同 D 有邊個乘開個常數係6呢？咁我就睇返啦。C 如果乘開個常數呢，-1乘2乘3就應該係-6，而 D 呢3個常數乘開呢，就應該係正6。比較返就會知道應該係答案係 D 啦。跟住呢，我就會示範2004年卷2嘅第40題。嗱，咁呢啲題呢，就有一條多項式 f(x) 一個3次嘅多項式嚟嘅，就知道呢可以被 x2 次減 3x 加 k 整除，亦即係話呢一條係 f(x) 嘅因式啦。咁就問你 k 係幾多？嗱，咁我將會呢係示範兩個方法俾大家睇嘅。好，方法一，大家應該留意到 x 3次嘅係數係1， x 嘅係數係-7，常數係6， 1加-7加6係等於0嘅。咁嘅話，你就應該呢，就計算一下 f(1)， 計到係0，咁即係話呢 x 減1係 f(x) 嘅因式。逢親你見到嗰啲係數加埋係0嘅話呢，應該 x 減1都係因式㗎啦。咁你就可以用 x 減1去除 f(x)， 咁你就會係揾到個商嘅，用長除法去除。咁我呢度呢，我就唔顯示個長除法啦。咁個商呢，就應該係呢一個咁 f(x) 就可以寫成咁樣啦。咁而x2 次加 x 減6，即係呢條式呢，亦都可以再分解。咁我哋就將 f(x) 呢完全分解。咁究竟呢3個之中，邊兩個相乘係會等於呢一個因式嘅呢？大家估唔估到啊？應該呢，就係呢兩個相乘就會出現咗呢個㗎啦。好，咁你比較一下呢個常數同呢個常數，咁就應該計到呢 k 應該係等於2，咁所以答案呢係 B。好，呢個呢就係方法一。
方法二咧，你就諗諗啦。f(x) 有可能嘅因式係邊啲咧？邊啲係可能嘅因式咧？應該就係 x 加減一、x 加減二、x 加減三同 x 加減六。有邊兩個因式乘埋係會出到呢個樣嘅咧？即係 x 二次減三 x 咁樣類似嘅嘢嘅咧？咁有可能咧就係 x 減一乘以 x 減二。咁係咪真係有 x 減一同 x 減二呢兩個因式咧？係咪呢樣嘢咧？咁我就試一試咯喎。F1係零，F2撳下機又係零。咁所以啊，x 減一乘以 x 減二係因式，即係話呢一個咧真係因式嚟嘅。咁你比較一下呢度嘅 k 同埋呢一個常數，咁你都會計到咧 k 係2。咁呢度有兩個方法。好，咁接住咧，我就會係示範2007年嘅呢一題。有一個多項式 f(x), 知道佢可以被 x 減一整除，就問下邊 A、B、C、D 有邊個必定係 f 2x 減一嘅因式？嗱，我哋唔好諗呢個住，首先諗諗呢樣嘢。f(x) 可以寫成點嘅樣咧？嗱，如果知道 x 減一係因式咧， f(x) 咧就可以寫成咁啦。x 減一乘以雙式 qx， 我哋設雙式係 qx。如果係變成呢一個多項式，即係話咧，將原來嘅 x 我哋要代做 2x 減一，變成一條新嘅多項式 x 代做 2x 減一係加一，代做 2x 加一。咁即係話 f 2x 加一咧，就可以寫成係2乘以 x， 再乘以多項式 q 2x 加一。咁你就會見到 x 咧就係 f 2x 加一嘅因式。咁答案咧就應該係 A 啦。好，跟住我就示範2009年嘅第41題。嗱，咁呢度咧有一條多項式，知道佢除以 x 加一嘅時候咧，就問除以 x 加一嘅時候個餘數係幾多咧？嗱，如果我哋設呢條多項式係 f(x) 除以 x 加一個餘數咧，就應該係 f-1噶嘛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可以真係計啦。f-1就即係 x 代負1代咁咪就係諗一諗呢度每一個嘅數值其實係幾多咧？負1嘅2009次係單數次方係幾多啊？負1。呢個咧負1嘅雙數次方2008次，咁應該就係正1。咁就如此類推，去到最後嗰個
負一就係負一啦。咁呢度加加減減，答案係幾多咧？咁你睇翻個 pattern 喎，負一、正一、負一、正一、負一咁樣。咁如果呢度分成一 pair 一 pair，會係啱啱一 pair 一 pair啊，定抑或係會多咗個突咗個咧？嗱，咁大家睇翻要一 pair 啦，咁負一同後邊個加有一 pair 啦，咁應該咧分到最後咧，應該係會突咗一個負一，剩翻一個負一嘅。咁你就可以諗啦，一 pair 一 pair 加埋係000好多零，但到最後咧應該剩翻個負一，咁所以答案咧就應該係 A 負一啦。